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5月2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这个 A 股三大指数集体调整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18%，深成指跌0.61%，创业板跌0.68%，全市场2637只股票上涨，2576只股票下跌。涨跌差不多但是这个两市成交额这回又到了10000亿以下，两市沪深两市成交额只有9989亿元，说明越来越多的资金离场观望。胡适这个走势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了最近这个行情你说跌吧，它也没怎么跌；你说涨吧，它肯定是不涨的。连续大概4-5天就是这种磨人的走势你说利空吧，也没有利空；利好吧，那当然谈不上。这个指数走得有气无力的，这个本来要痛痛快快往下跌一下，结果那个银行股它也在拉指数，要把它稳住。那你往上弹吧，它也弹不动，就这么个情况越来越多的资金它撤出了。这个股市的走势反正跟这个主流媒体天天说的这个一片大好稳中向好，好像不太符合就是胡适这个走势这个散户只想骂娘所有的板块轮动加快，它只能持续1-2天有的甚至只持续1上午半个交易日昙花一现这个股市的这个专家李大霄对吧？他是专门给这个胡适命名的，他发明了新的名词什么倒车牛什么各种各样的牛他现在又发明了一个叫跌不动牛，胡适现在叫跌不动牛，真是奇葩呀！这个新浪证券报道说这个卡油再次地表港交所，卡油 IPO 曾遭央视曝光违规经营卡牌盲盒，未成年人保护不应纸上谈兵。继去年港股上市申请失效后，卡油于近期再次地表港交所。招股书显示2024年卡油的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278%，突破100亿元大关，但净利润同比由盈转亏，亏损金额高达12亿元。造成卡油去年巨额亏损的直接原因系 A 轮优先股的公有价值亏损38.7亿元及一次性确认股权支付费用18亿元。此外，去年7月，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曾曝光卡油涉嫌违规向未成年人销售卡牌盲盒，公司本次 IPO 或存在经营合规风险。那既然这么一个公司，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上这个资本市场呢？要 IPO 呢？这个新浪证券报道根据招股书披露卡油是中国领先的泛娱乐产品公司之一，致力于提供高质量、富有趣味性和互动性的产品。按照2024年商品交易总额计，卡油在泛娱乐产品行业及泛娱乐玩具行业中排名第一，市场份额分别为13.3%和21.5%，在集换式卡牌这一细分领域中排名第一，市场份额为71%，被市场称为小学生卡牌之王。你看看这就是赚小学生钱的。卡油的商业模式曾因类博彩化遭央视点名批评，经营合规问题或成其 IPO 拦路虎，也就是游戏多多少少涉及到赌博。你说这样的公司为什么容许它去祸害资本市场？在提交境外发行备案材料2个月后，证监会要求卡油补充说明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等法规的落实情况，以及针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措施。这些合规要求直指卡油商业模式的核心痛点。作为一家主要面向8到14岁，你看看正好跟互联网这个网民的年龄十分吻合，8到14岁中小学生群体的企业，卡油利用热门动漫 IP 结合盲盒销售机制，引导低龄消费者反复购买以收集套装卡牌，被批评为小学生收割机。这种营销策略针对低龄消费者往往缺乏经济独立和自主判断能力，容易引发盲目攀比和过度消费等社会乱象。早在2021年，就有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卡牌外，还有更多的如现金盲盒、文具盲盒等盯上小
小学生的钱包，而这些商品大多质量较差。盲盒开出的商品可能令孩子的零花钱血本无归。我儿子以前啊就特别喜欢买这种盲盒，也不贵啊，好像一次就2块钱。完了，盲盒里面开出来的都是那种垃圾小玩具啊，它都不是玩具啊，就是那种卡通动漫上面的那些，就是一个标记，逻辑是一个逻辑啊，就是你要集齐多少套，哎呀，最那个稀缺的那什么玩意儿。不过好在啊，他就感兴趣，大概就半年时间以后，哎，他再看见那个，他就不愿意买了，知道这是个骗局啊，一次2块，你别看这2块啊，这架不住人多啊，小学生都去买啊，而且我觉得他那没什么成本。对此，肖保伟建议警惕文具盲盒引发孩子购买成瘾，家长要做好引导和教育，学校也要重视校园出现的各种限量版、概率型商品攀比现象，避免孩子滋生赌博心态。2023年6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明确禁止向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盲盒产品，要求盲盒经营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直接冲击了卡游的核心商业模式。但对于野蛮生长的卡游而言，未成年人保护似乎只停留了在口头和纸面上，即便是在经历高压监管之后。2024年7月28日，央视财经调查通过暗访发现，卡游在卡牌产品销售中未能严格遵守未成年人保护相关规定。卡游线下经销商网络，不论是各地的文具店、小卖部，还是卡游线上小程序等，均未有效落实年龄验证机制，未成年人不需要任何家长陪同就能购买卡游产品。这个商业模式类博彩化啊，也就是涉嫌有赌博啊这种本质，所以这个卡游在 A 股上市啊已经是不可能了，所以它只能去港股。但是这样的企业为什么非要死乞白赖的要进资本市场呢？要借助资本的力量再狠狠的割小学生吗？说到这个赌博啊，这个卡游是面对小学生的，那么面对成人的呢？大象新闻啊，它有篇报道说，沉迷合成玩法，多名游戏玩家100万元充值打水漂。近日，全国各地多名网友向大象新闻反映，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旗下经典网游魔域和征服因内嵌类赌博机制，许多玩家深陷巨额债务危机，甚至面临家庭破裂。涉事游戏中阿拉玛之魂、龙魄等道具合成玩法，多年来一直被网友质疑是变相赌博，玩家动辄投入上100万元，血本无归。大家看视频啊，人生都毁掉了。也算是家破人亡，这妻离子散这种嘛。欠亲戚朋友欠了差不多30万，征信都是黑的。然后一共投入了有400多万，总共费了应该有200。上学的时候就开始逃课玩，现在开始还要人命了。因为这个东西，就你打了以后就会越打越帅。你觉得它跟赌博像吗？这哪里是像，纯粹是赌博。它只要能兑现的，它不叫赌博是什么？我玩的那个魔域口袋本，16年开始，它出现那个鬼东西，我看到人家在玩，我也开始去，那个东西能兑换成钱。我们从商人那里买魔石，然后买完魔石以后，我们再从系统里面去买那个阿拉玛，买完阿拉玛以后，我们再去断账。它游戏商人等于是它里边的其他的游戏玩家嘛，对应的下面它都有它的魔石价格，是可以通过它的那个平台转换成魔石，再按照商人的回收比例给商人，然后商人给我们钱。它不是可以断账失败嘛？失败以后就相当于几百块钱突然变成了1块钱。我对它这个游戏概率，包括它这个游戏机制是心存疑虑的。我觉得它确实就是一款那个有那个赌博机制的。有几个游戏是能直接兑换成钱的，成功了就给你分倍，失败了就没了。我感觉这个对于游戏来说它是不合理的。游戏嘛，它是娱乐的，而不是诱惑我们变现。就前几天我刚结一点空盘5000块钱，我心里就控制不住，也想着去赢个100-200啊什么的也好啊，就这样一去玩了，多少次了，我都反正这个心里就是有一个心魔一直在。这个东西很有瘾的，那么多人输的倾家荡产。现在银行这边是已经断贷了嘛？结婚才2年多，然后这边媳妇也是说离婚什么的。所以现在
也没办法。那么多人的投诉，那么多人去他公司维权，作为游戏管理方，他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些商人的账号永久封禁？我知道这个钱肯定是搞不回来了，我最大的诉求就是想这个游戏给它取消掉，把那些不合理的这个东西功能，让我以后就没办法玩了。关于魔石融合这个游戏机制，那这个其实是在游戏领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游戏机制。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个机制本身是不属于赌博的。部分玩家企图通过购买魔石，再融合，再出售获利。其实这个不是游戏本身的内容，这是部分玩家通过第三方的交易行为。那这个行为很难认定是游戏是赌博。如果说有玩家利用这个游戏机制，比如说通过猜测魔石的锻造结果来招揽玩家投注的，那么这个行为属于赌博，这些玩家是涉嫌犯罪的。对于游戏公司而言，有玩家大量的倒卖虚拟币和游戏商品，这其实是会滋生一些违法行为的。那么游戏公司它有义务有责任去规范。那么对于玩家而言，我的个人看法是防止游戏沉迷，这个才是关键。按照律师的说法，这个游戏本身没问题，但是它结合第三方叫合成玩法，再嫁接一套这个博弈机制啊，然后再给你提供一个充值和变现的通道，这就变成一个赌博，就是有点类似那个叫什么内盘外盘，对吧？咱们胡适啊有各种各样的上市公司，那新加坡搞一个富时 A50，那就是外盘嘛，类似这个道理啊。在我看来啊，这个跟游戏公司有密切关系。这些沉迷赌博的人啊，是不是血本无归啊？几百万的就没了。这一套机制啊，大家仔细分析分析，跟胡适何其相像。现在的胡适跟这个网络的这个魔域征服不一个道理吗？金融消费者把钱充到第三方，也就是这个叫什么券商那儿有个账户，胡适里面这些上市公司一个个的那就是魔域或者是征服，你进去玩吧，就是玩游戏啊，对吧？你进去是练什么啊？宝石，练什么工具？什么叫赌博啊？对吧？胡适说白了就是个像极了一个赌场。如果一个市场啊，它不能内生造血，对吧？它不能通过它的经营，对吧？它的这个研发能源源不断的啊，这个给这个参与者带来财富，而是靠交易，对吧？我是10块钱买的，18块钱卖给你了，完了你18块钱买了这个4块钱卖掉的，咱们靠这种零和博弈，那不就是个赌博市场吗？所以针对不同的人群，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这个赌博工具啊。你看看，针对小学生的是卡游，是盲盒针对这些游戏用户的是这种合成玩法。针对其他的人呢，还有2亿人，你就可以打着什么价值投资的这个旗号做耐心资本的旗号到胡适，实际上还是赌博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静老师他买了一部分指数基金行业基金 ETF 什么的，他不动，这个你也不能说他是赌博，但是他还有1/3的那个资金是高抛低吸而且现在颇有心得，就是赌博不仅上瘾，而且很有心得当然了，他不觉得自己是赌博什么8块钱买了18块钱卖，他把这个当做投资胡静老师今天发了个微博谈到了河南这个网传的这个禁酒令。最近网上不有个传言不知道真假，说河南实施公职人员24小时禁酒令，声称河南全省120万公职人员正式进入全天候禁酒时代，包括周末家庭聚餐、节假日同学聚会都不得饮酒，酒杯将彻底远离公职人员餐桌。胡锡进对此做了评论他说老胡查了河南多地规定，没有一个能够印证此帖，说发此帖者或是曲解政策，或是高级黑。胡锡进对自己的家乡还是比较关心的，家乡的官员有可能不能喝酒了，这个跟酒
基本无缘了，所以他还是比较关心的啊。胡军老师说啊，不仅河南省，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公务部门都规定工作日午间不得饮酒，节假日值班人不得饮酒，其他被定为违规饮酒也都与执行公务，比如出差有关。老胡从没有见过一个普通公职人员节假日休息时在完全私人场合不得饮酒的规定。上述帖子声称河南对公职人员实施全天候禁酒令，无论其为何这样写，但实际效果就是混淆视听，制造河南在搞层层加码的印象，破坏廉洁规定的声誉。工作日中午就是不该饮酒，值班的人饮酒同样也应当禁止。这样的规定深得人心，拿所谓全天候饮酒令的假消息出来搅浑水，制造人们的认知混乱，实属不该。不搞假消息应当是所有人坚守的底线。这个消息到底真假也不太清楚啊。胡一进老师说这是个假消息，实际上我倒是觉得啊，这要是个真消息啊才好呢。这个反映了网民，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心声。胡一进老师恐怕已经忘了啊，是不是前不久啊，我记得是河南是信阳还是哪儿，说咱们还做过节目啊，对吧？当地的几名干部，然后在那个对，信阳想起来了，是政法委的，然后跟那个县的政法委副书记，对吧？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他们在学习那个什么廉政建设，学习完了晚上他们聚餐，然后还把一个政法委的副书记喝酒给喝死了。所以我在想啊，那河南省政府啊，肯定是痛定思痛啊！你想你在学习期间呢，党风廉政教育期间呢，出了这样的丑闻，痛定思痛，对吧？叫矫枉过正，完全有可能啊！正好大家记得吧？政府前不久出台了什么公务接待不准上酒，不能上烟，对吧？不能上高端的菜等等。我想结合这种现在这个勒紧裤带啊，过苦日子，那么有的地方政府啊，他就稍微偏激一点，就矫枉过正嘛，不准公务员喝酒，管不住你啊！我告诉你啊，有很多人想法是好的，说你上班期间，对吧？公务期间可以不喝，但是放假了、节假日，我私人时间，我为什么不能喝呢？我有这个自由，说的没错啊，是有这个权利，是有这个自由。但是我觉得啊，在中国啊，对公务员要求严格一点没毛病。你要求的越严，越是在挽救他，是在帮他，对吧？我们往好的说吧，公务员啊都是好样的，出淤泥而不染，对吧？对自我要求非常高。但是啊，不有好多人处心积虑的想拉公务员下水吗？他们手里有权利啊，他们都围猎这些干部啊，这不是媒体经常报道的吗？那围猎的手段不就是请你去会所，对吧？去喝酒，那都是节假日啊。如果彻底断了他们喝酒的这个不准喝酒，是不是就减少了对这些干部的围猎，对吧？这些干部说不定因此而这个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所以我觉得胡一进老师啊，他为什么担心呢？他是不是害怕这个禁酒令以后扩大到退休人员，对吧？只要你是这个曾经是编制内的，你是公务员，或者你是吃财政饭的，对吧？无论在职还是退休的都不能喝酒。或许胡一进老师有这个担忧啊。我个人觉得在目前这个形势下，对公务员要求严格一点没毛病啊。这本来公务员就缺乏监督啊，他全靠自我监督啊，是实践证明自我监督效果比较差嘛，那他只能是对吧？这样一刀切，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啊。有人就说了，公务员也有公务员的权利啊，这个说的对的啊。如果你公务员你在乎你的权利，那你就别当公务员了，对吧？你不要削尖脑袋考什么考公啊，对吧？你当了公务员，你就得接受这些条条框框呢，没有办法，对吧？你不能说我既要又要，对吧？我要公务员这样的待遇，这个稳定，然后这个权利，完了我也要普通老百姓那种自由，那种没人管，无拘无束的，好事全让你占了，怎么可能呢？就像那个黄杨甜甜的父亲杨伟，对吧？你当了3年公务员，那你就得接受审查，不管审查你当公务员期间、公务员之后，对吧？你从公务员那个体系出来之后的也得审查，没有办法，叫一日为公务员，那终身都得接受监督。如果你觉得这不合理，那你就不要去当公务员了，没人强迫你，没有人说你必须你们家出2个人去当公务员，这又不是过去那个服徭役，过去那个差役那是每家轮流的派人去没有工资，对吧？那徭役还什么个差役各种服役嘛，现在也没这规定，是你自己玩命的考，托人走后门，非要死乞白赖当公务员，完了之后也不想管得太死，哪有那么好事呢？你又羡慕那个公务员的稳定，完了你也受不了他那各种，对吧？稍微苛刻一点的要
要求。所以啊，我这儿希望河南真的出了这个规定，对吧？你只要是公务员，你就不能喝酒。如果你受不了，你就辞职啊，你不当公务员了。不光是河南一个地方啊，最近媒体报道很多地方，你比如青海还有其他地方都有这些公务员，我看他们也不是上班时间喝酒啊，都是晚上喝酒啊，喝出丑闻的多了去了，都是酒导致的。所以说啊，如果说啊全国的公务员不准喝酒，我是只双手赞成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